由香港手語聖經翻譯協會主辦，電影《耶穌行傳》首映禮於3月29日灣仔葡萄藤教會舉行，一眾支持者及支持機構出席。協會創辦人、董事、義務總幹事梁啟源先生表示感恩同埋榮幸可以承辦今次嘅活動，全球第一部講述耶穌嘅手語電影，係全球第一次有一個嘅耶穌嘅故事能夠用到呢一個嘅手語嚟展現俾大家睇。係啊，真係為我哋嘅聾人感到自豪。多謝佢哋兩位遠道而嚟，為我哋去帶出呢個嘅電影嘅活動，能夠可以由我哋香港手語聖經翻譯協會嘅嚟到去承辦呢一個嘅事情咧，亦都感到非常之光榮同驕傲。並且有2位喺美國遠道而嚟嘅嘉賓，分別係編劇監製 Joseph 同埋導演 Michael， 分享咗佢哋有關製作嘅經過同埋趣事。如果冇神嘅帶領同幫助咧，我哋真係做唔到噶。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啦，同埋朋友嚟協助去完成。我哋有超過100位嘅聾人嘅演員嚟參與噶。除咗呢個電影本身嘅製作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熱心人士啦、義工啦嚟到去協助同埋贊助我哋嘅。係啊，咁不過以往嚟講咧，就我哋都係靠睇字幕啦嚟到了解電影嘅內容嘅。咁但係咧，單係靠字幕，咁如果我哋就會諗有手語就會更加好啦。電影演員、拍攝同埋製作主要都係由聾人全力承擔，從籌備、拍攝、後期製作，任務艱巨。導演表示，如果唔係神，真係唔能夠完成。電影除咗首映場之外，仲有2場公映，分別喺4月20號同21號時代廣場、維坊公映，門票喺戲院公開發售。